Hello，Hola，係啊，今日星期六晚啊，咁而家又去 live 啊，咁首先嚟講咧都要睇下，睇下先，睇下今日嘅所謂嘅線，睇下會唔會穩定。都係一樣啦，因為我哋而家咧都係用緊一啲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強嘅線路啊，所以未必睇得到，即係會 live 嘅。OK，咁 live 咗啦。咁咧就睇下有唔有人而家即係可能係收睇緊嘅啦。如果係收睇緊嘅話咧，就請俾我哋知道咧，即係你聽，即係可能即係聲音嗰方面啦，同埋即係視線嗰方面咧係清唔清楚嘅。OK，咁一樣啦。今日係我哋即係第三集嘅所謂2023年嘅十二生肖，OK，所以2023年嘅十二生肖咧，咁之前嗰兩集咧已經講咗，總共有8個生肖噶啦，OK，咁今日係講多另外4個生肖，我想睇下，咁因為今日係輕鬆地分享啦，咁我首先咧要 invite 下 Nicole， 睇下佢即係入咗嚟未嘅，OK，咁我邀請咗 Nicole，OK，我邀請咗噶啦，話你入咗嚟未啊？嚇？冇咩？OK，我好似呢度點解我邀請唔到咯喎？我睇唔到你咯喎，我已經 send 咗 request 喎。OK，anyway 唔緊要，呢度等下 Nicole 嚟啊，玩一玩先。OK，so 暫時嚟講嘅話咧，我就知道哦 Shuni，OK 啊，watching hi Jenny，OK hello，OK，Winterjano watching from Manila，OK，I'm not sure whether you understand Cantonese. Okay, today's session itself will be in Cantonese itself. Okay, sound is okay. Thank you. 唔該晒 Jenny. Okay, and Shuni Okay, hi 師傅 Jessie 啦 and clear 好啦。ML Han Okay，hello 師傅 Jessie。今日咧係星期六晚啦。OK，咁睇怕你哋可能即係咁多位都可能喺屋企即係冇出去啦。OK，咁今晚夜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剩低落嚟嗰4個生肖嘅，即係屬蛇啦、屬雞啦、屬牛啦，同埋屬羊嘅生肖嘅。咁首先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先，最緊要嘅就係知道咧，即係大家個所謂12生肖咧，唔單止淨係即係所謂你嘅年份嘅生肖嘅，OK，所以你自己咧都要睇翻下，即係自己本身嘅月份啦、日子出世啦，同埋時間出世嘅，OK，所以每一個人嘅八字入邊咧，有機會性有可能有4個生肖，其實可以影響咗自己㗎，所以千祈唔好淨係去參考於年份，OK，因為都要睇翻自己月柱啦、日柱同埋時柱嘅。咁而家咧，可能我哋有些少個問題，因為咧 Nicole 唔知點解咧上唔到嚟，因為如果真係上唔到嘅話咧，又分分鐘我哋真係需要去，即係佢開多所謂嘅點 live 多一次嘅，OK？因為暫時嚟講咧，就即係 Nicole 仲未上到呢個網站，因為如果上唔到嘅咧，我就 share 唔到俾大家嘅所謂嘅點講咧。個畫面啊，即係個 PPT 啊。Hi Serious Bride，OK Mr. Lim，OK。So hi neighbor time for my Cantonese class，OK。Yeah，OK。So 今日嚟講咧，係同大家分享喺即係粵語啦。即係我有知道咧，其實你哋有啲朋友咧就諗住，有唔有即係講國語㗎？有唔有講即係華語啊？即係講 Mandarin 嘅，OK。我好想講嘅，其實我好想試嘅，但係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嚟講咧就心急，比較急性嘅，OK。但係如果即係講華語嘅話咧，個機會性就係咧，即係我會講到甩甩咳咳，同埋平時你哋未必會即係 understand 到㗎，所以我其實我有同阿 Nicole 傾過嘅，OK。我同 Nicole 傾咧就係、如果嚟緊啲，sorry 啊，因為 Nicole 啱入咗嚟咧，所以聽到有少少所謂嘅回聲。OK，所以而家我同佢傾過，不如咧，如果可以嘅話，有時間嘅話，下個星期我哋嘗試下做一集短短咁好，即係好所謂好簡單地咁去 touch 下12生肖喺講華語嘅好唔好啊？咁 Nicole 就好快講 OK 啊，好啊。咁我就有少少仲係考慮緊嘅，因為我自己比較擔心我自己講啲華語咧，分分鐘係即係你哋會聽到八隻耳啦，即係你哋會聽唔明嘅。OK，咁again 啦 try me now，OK，hello 師傅你好，OK，then Kim Rock，OK 你好，and then Shirley Swan，OK，I have snake at my day，OK，所以總言之咧，今日如果你哋有屬蛇啦、屬雞啦、屬牛啦同埋屬羊嘅生肖嘅話咧，OK，又或者你屋企人朋友嘅話有呢幾個生肖咧，咁今日呢一集嚟講咧就啱你去聽㗎啦，OK。咁首先啦，before 我開始嘅話咧，開始熱啦，咁就話有少少涼涼地嘅，梗係每一次開始咗咧就
真係好似焚身似火咁樣，好鬼熱嘅。OK，咁嗱，最緊要咧就係 before 我開始嘅話咧，OK，如果可以嘅就麻煩大家幫我將呢一個直播嘅話咧，如果可以嘅，就幫我分享出去啦。唔記透過你自己本身嘅 Facebook 咧，就可以幫我分享出去，等可以令到我幫助我可以即係接觸多啲人嘅。唔記咁今日咧，我就盡量講快啲啊，即係講快啲，因為點解咧？我重聽翻我即係尋晚嘅，即係同大家分享嘅嗰4個生肖嘅話咧，咁我就盡量咧，其實係講慢咗啊，緩慢好多嘅。所以你睇到我即係逐粒字咁去講嘅。咁我自己聽翻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哇！幾有似你哋點樣頂嘅？即係我講到咧，硬係好緩慢咧，就好似硬係好似帶大家去即係去入睡眠咁樣啦。所以我自己本身都頂我自己唔住，OK。所以今日嚟講咧，我就即係索性嚟講咧，講翻快啲㗎。咁如果大家覺得咧，真係哇 Jessie 你去得太快啦，唔記。如果太快嘅話咧，記得重聽啦。唔記你重聽嘅時候咧，咁分分鐘你吸收咧就會吸收得到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可能我講得太快，你自己唔明白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覺得太慢嘅話咧，我自己聽翻我都頂自己唔順，唔記，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用翻呢個速度，即係我平時講嘢嘅速度咧，同大家去分享嘅。OK， 事不宜遲。首先嚟講咧，就 make sure 如果你第一次聽嘅話咧，唔記有邊一個係可能頭一次聽我先分享啊，或者我 Facebook Live 啊，因為有朋友 tag 咗你個名啊，你啱啱頭一次入嚟嘅話咧，咁就即係麻煩你即係 in a way 俾我知道啦。咁起碼我知道有唔有新朋友喺度咧，其實係收聽緊嘅。OK，咁另外一樣嘢嘅話咧，就 make sure 你自己要將自己嘅八字圖咧打印咗出嚟嘅。咁點樣將自己嘅八字圖打印咗出嚟咧？咁我喺呢一個所謂嘅 comment 嗰度咧，即係我個抗邀咧都會幫我 share 咗一個 link 嘅一個連線。OK，你就 click 個 link 咧，會去到我網站。咁我網站嗰度咧，你只係輸入你即係一般嘅即係一啲資料啦，同埋你整個所謂嘅八字，即係年月日時出世嘅話咧，咁佢就將你即係免費地咧將你嘅八字打印咗出嚟㗎啦。OK，咁首先嚟講，最緊要就係你將自己嘅八字打印咗出嚟咧，因為我講過嘅，每一個人嚟講咧，除咗你嘅年份出世咧，其實你個月柱咧、日柱咧同埋時柱嚟講咧，都係所謂一樣自己有咗唔同嘅生肖嘅，所以咧最好咧就將自己4個即係整個八字4柱入邊打咗出嚟，你就知道其實每一個生肖影響自己啲咩啦。OK，咁事不宜遲，咁我今日開始啦。咁我想知道嘅即係有在座咁多位有邊一位咧係有即係所謂嘅屬蛇啊，或者有蛇嘅生肖咧喺自己嘅八字入邊嘅，咁可以包括到如果你喺呢即係一方面嘅年份咧，即係1929年啦、1941年啦、1953啦、1965啦、1977啦，唔係1989年，類似而推，你係睇到嗰啲年份嗰度出世嘅話咧，你嘅年份就係屬蛇噶啦。咁除咗之外嘅話咧，月柱屬蛇嘅話咧，就係5月6號至6月5號嘅出生嘅，即係番人嘅西歷啦。5月6號至到6月5號出生嘅話咧，其實你嘅八字月柱入邊咧都屬於係屬蛇嘅。OK，咁除咗之外，嗱時柱嘅方面啊，如果係即係早上9點至到11點，OK，即係所謂嘅巳時出世9點至到11點早上嘅話咧，咁其實大家嘅八字咧都有屬蛇嘅生肖喺入邊嘅。OK，咁如果有大家屬蛇嘅話咧，就首先睇下2023年其實屬蛇嘅係升級咧定係降級嘅。咁好明顯你睇到喺即係睇隔離個 PPT 嗰度咧，你睇得到咧，其實屬蛇嘅朋友嚟講喺2023年係降咗2級嘅，由2022年嘅第5位咧係跌到落2023年嘅第7位。咁我喺度咧係好想同大家，即係可能頭一次收聽嘅朋友咧，最緊要知道天時地利人和3樣嘢個原理咧係好重要嘅。所以每一年嚟講咧，唔係話即係自己嘅生肖排行榜第幾咧，就肯定咗自己個運程就一定好定係壞㗎。所以所有嘢嚟講咧，其實睇玄學啊，即係八字啊、紫微斗數啊、風水啊，所有嘢嚟講咧，只係做一個預備預測。點解人哋講預測？預測咧就係要知道早知或者早預測得到你2023年個運程如何，有咩吉凶星照供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做好準備，OK，去防備一啲唔係咁即係理想嘅凶星，同埋去點樣去突破，或者要點樣去可以即係所謂咧，即係令到所謂嘅即係吉星咧更加高照啊！OK，所以呢一啲嚟講咧係需要到地利同埋人為嘅。咁地利係代表環境啦，咁要知道點樣去製造最適合或者最啱嘅環境俾自己啦。譬如好似工作嗰方面啦。
感情嗰方面啦，即係自己本身嘅所謂嘅社交圈子嗰方面啦，朋友啊，甚至家人嗰方面嚟講咧，點樣去接觸同埋去點樣去把握呢一個吉星嘅？咁如果把握得好嘅，包括埋風水嗰方面嘅風水陣擺得好嘅話咧，咁就可以係將地利呢一個方面嘅話咧，令到自己所謂嘅運程更加所謂嘅即係好啦，或者更加行得即係順暢嘅。OK，咁最尾嗰樣嘢亦都係最重要嗰樣嘢咧，係人為。每一個人都好咧，即係每一年，就算你點樣去批命啦、睇命啦、睇吉凶星啦、睇流年啦，OK，求神拜佛都係一樣。若然自己冇個所謂人為嗰方面嘅所謂嘅 contributions 啊，人為嗰方面係冇所謂自己即係採取行動嘅話咧，所有即係你有咩吉星、凶星啊、運勢排得大一、大二、大三三甲入邊都好咧，即係自己個運程咧都唔會有進展嘅，所以人為嗰方面係好重要啦，即係包括咗自己嘅思想啦、行為啦、信念啦，OK，同埋所謂嘅自己，所以點講啊？即係最緊要嘅就係自己嘅所謂嘅點講行動性啊，因為我哋嘅行動性咧，做定唔做一樣嘢都好咧，都係。即係由我哋嘅思想嗰方面咧影響先嘅，OK，咁嗱，大家明白咗呢個道理嘅話咧，咁我哋可以開始啦。咁開始之前嘅話咧，我都係好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嘅話咧，即係麻煩大家幫我將呢一個 Facebook Live 嘅話咧分享出去，唔記得將即係呢個 link 咧係 share 出去你知個 Facebook 嗰度咧。咁起碼你可以幫助得到我啦，同埋我哋嘅贊助商 J Group Building Dreams Together 嘅 Jennifer Yap 咧，可以盡量咧將呢一個咁嘅所謂嘅 sharing 咧接觸到多啲人嘅。OK，睇翻下屬蛇嘅朋友先啦。OK，咁屬蛇嘅吉星嗰方面咧，咁2023年有咗驛馬星啦、天月貴人星啦，同埋太極貴人星嘅。OK，咁又首先要睇下啦，所謂嘅驛馬星吉星嗰方面，驛馬星係代表咩咧？我即係在場咁多位咧，即係朋友嚟講，可能都有聽過驛馬㗎啦。咁驛馬嚟講喺英文嚟講 Sky Horse 或者一個 Travelling Star 嚟嘅。咁驛馬星咧係即係話 in a way 易動嘅，唔記佢係中意即係中意動唔中意靜嘅。所以如果咧大家屬蛇嘅朋友或者八字入邊有蛇嘅生肖嘅話咧，咁你知道有呢個驛馬星來臨嘅話咧，2023年咧最好咧就係動好過靜啦。唔記動多啲嘅意思咧，即係話。即係要比較係積極啦，要採取行動啦、走動啦，又或者大家嘅工作啊、生意嘅方面啊，係需要到大家可能去走動嘅，去跨越翻即係可能跨越其他國家，或者跨越翻自己嘅州域嘅話咧，其實對自己都會好啲嘅。尤其是如果大家係做譬如 sales 啊、前線工作啊，即係可能無時無刻都要出去啊、見客啊、見人嘅話咧，咁驛馬星照顧嘅話咧，就代表大家越走得越多嘅話咧，運程就越好啦。所以屬蛇嘅朋友記得緊記2023年嘅話咧，唔可以下下即係重複饕餮做翻同一樣嘢，譬如好似朝九晚五啊，即係 office 啊，即係可能係即係坐住啊，即係 paperwork 啊之類嘅嘢，OK，咁可能係。每一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咧，都係即係去翻同一個 restaurant 啊，同一個 canteen 食翻同一樣嘢，即係好 routine 嘅，OK，即係做翻一樣嘢嚟講咧，係真係好即係預料得到嘅嘢。咁如果大家做翻即係繼續2023年做所有嘢都預料得到嘅嘢話咧，咁大家就突破唔到大家嘅運程啦。記得驛馬星咧係易動不如靜嘅，咁靜嘅意思咧就係唔係啦，都唔係靜，我日日翻工都係動咯，我要去翻工㗎嘛。但係呢個動嘅意思咧，唔係因為你翻工咁個翻工，即係最要翻 office 㗎啦。咁個動嘅意思咧，即係會有啲新動靜啊，OK，有啲新動作、一啲新去向或者新嘅目標啊。所以大家記得啊，如果呢個屬蛇嘅生肖嚟講，喺2023年嘅話咧，OK，除咗日日翻工放工即係做翻同一樣嘢嘅嘢咧，佢盡量去即係做一啲新嘅唔同路線嘅嘢，譬如好似就算要食晏又好、食晚餐又好，或者 weekend 啊 plan 啲 holiday 都好咧，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唔記走動多一啲啦，唔好下下諗住即係覺得哎呀貪方便啊，去嚟去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去翻同一間餐館嘅，OK，咁盡量去動呢樣嘢嘅話咧，幫助到自己個運勢或者運程嗰方面咧，提升自己嘅運勢咧，都會比較好啲嘅。咁下一個係天月貴人啊，咁天月貴人嘅話咧，就代表咧，即係呢一個係所謂一個好強烈嘅所謂貴人星啦。咁天月貴人同其他貴人有咩分別咧？咁可能大家都聽到，哇，唔係喎 Jessie 你講咗其實。每一年有好多貴人星喎，隻隻都係貴人星咁樣。天月貴人同其他貴人有咩唔同咧？嗱，天月貴人咧嘅意思就係代表咧一啲係可能天降落嚟嘅突然貴人，OK？突然貴人即係話咧呢一啲唔係自己安排，可能分分鐘呢啲貴人咧係自己唔熟悉啦，OK？自己唔會即係你即係所謂嘅即係理想唔到嘅，即係自己唔知道呢啲人係能夠幫到自己嘅。打一個譬如好似行緊街啦，無端端可能唔小心跌咗個銀包，OK？突然之間有個好心人咧執翻。
俾翻自己。嗱，呢啲所謂咧就係天月貴人啦，又可能駕駛緊半路咧，突然之間即係車死火啦，唔記有問題啦，水滾啦，OK， 或者胎一噴出啦，唔記即係爆胎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可能有好心人咧，即係停埋一邊係幫助自己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嗱，呢一啲所謂咧係天月貴人。所以咧，如果屬蛇嘅朋友或者呢個生肖入邊有蛇嘅話咧，嗱，記得喺2023年咧，遇上有咩問題都好咧，咁除咗揾翻相熟個人去幫忙嘅話咧，就盡量去即係揾下一啲，譬如好似professional 啊，即係可能一啲係可能即係如果有健康問題嘅，就去參考下問下人，可能有啲係自己即係一直以嚟未去見過嘅醫生，有啲 professional 嘅，有啲專業嘅，有啲專科嘅醫生可以問下，咁就可以有俾人突然之間介紹到一啲所謂天月貴人，自己係一直以嚟都唔即係唔識呢一個人嘅，突然之間出現可以幫助到自己解決一啲健康嘅問題啦。咁喺工作嗰方面都係一樣啦。OK， 如果遇到一咩困難啊，需要幫忙嘅話咧，就盡量去接觸一啲可能係除咗自己圈子之外嘅話咧，叫人介紹一啲可能係 professional， 可能自己支持人唔認識嘅，但係咧就好專門地去解決可能係 accounting 嘅問題啊，或者 legal 嘅問題啊，所有人嚟講咧，天月貴人咧就可以咁樣幫助自己啦。所以嚟講，天月貴人要超越翻自己平常時即係可能即係認識嘅圈子入邊嘅，唔記咁天月貴人嘅係咁樣嘅出現嘅。所以如果大家喺事業嗰方面或者係生意嗰方面嘅，若然要即係遇得多啲貴人嘅咧，就盡量喺2023年咧要跨越翻自己嘅社交圈子啊！即係好多人咧係即係嚟嚟去去每一年都係一樣㗎，即係識呢幾個朋友就呢幾個朋友啦，識呢幾個客戶就係呢幾個客戶啦，即係冇可能會突然去想去突破翻自己嘅社交圈子。所以如果屬蛇嘅朋友嘅話咧，2023年又有驛馬星又有天月貴人嘅話咧，就盡量要突破呢個社交圈子。OK， 所以你可以認識多啲係之前唔識嘅人。突然之間認識咗，分鐘喺2023年咧，呢一所謂嘅新可能嘅朋友嚟講咧，或者新嘅所謂嘅社交圈子，可以幫助到自己咧，即係解決問題又好啦，達成目標又好啦，或者你幫助到自己咧，即係所謂心想事成都 OK 嘅，OK？咁嗱，睇下太極貴人啦，咁太極貴人咧之前都有講過啦，OK？咁太極貴人嘅唔同性咧就係咧，呢一個係智慧甚高嘅貴人啦，OK？所以太極貴人咧唔係一般。即係貴人嘅，呢一個貴人太極貴人咧，係一個係可以喺即係身心靈上咧，俾到自己一個所謂教導嘅一個所謂 advice 嘅。咁通常嚟講咧，可能一啲可能玄學老師啦可能係宗教嘅所謂嘅師尊啦可能係一啲即係好 professional 或者好成功嘅可能老細啊、上司級啊，或者係社會上嘅成功人物啦，即係經過咗好多即係人生路程啦學習咗好多就所謂嘅智慧啦，同埋經過咗好多教訓嘅。咁如果大家同佢即係傾談啊、socialize 啊，即係傾喺偈上嚟咧，分鐘咧就袋咗好多錢入自己個袋嘅。咁通常咧呢啲所謂嘅錢咧，就係所謂嘅智慧知識啦。所以最緊要咧就係人哋，所以話咧即係好多時候嘅。我哋好多人唔係話下下要自己碰釘或者下下自己撞板先至學習噶嘛，即係好多時候可能我哋聽翻某一啲成功人士嘅所謂嘅遭遇，咁我哋都可以吸收到一啲智慧或者吸收到一啲教訓嘅。咁太極所謂貴人咧係可以幫助到呢樣嘢嘅。咁如果大家一直以嚟都覺得咧對玄學風水八字紫微斗數啊、塔羅牌啊此類嘅所謂嘅學問咧係有興趣嘅話咧，喺2023年都係好消息㗎，因為2023年嘅話，大家個緣分同太極貴人星咧係特別即係所謂咧即係增加嘅，所以大家吸收呢啲咁個深入智慧嘅學問嚟講咧係會容易吸收啲啦，會容易上心啲嘅。所以如果大家一直嚟想去上課或者上班嘅話咧，2023年若然有屬蛇嘅生肖，亦都有太極貴人來臨嘅生肖嚟講咧，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即係去學呢一些個門戶嘅嘢咧，係容易上手啲啦，同埋容易去即係發掘到自己嘅才華啲嘅。咁喺度就睇下所謂嘅空星啦。空星嗰方面咧有地喪啦、喪門啦、隔角啦，所謂呢一個係破碎星啦、的煞啦，同埋呢個飛年再加孤神星嘅。咁我逐隻去講解啦。咁我講咗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分享咧係比較即係輕鬆地去分享嘅，最緊要就係我慢慢咧可以逐隻空星或者吉星嘅話咧同大家分享，所以咧除咗大家明白多啲關於自己2023年嘅運程之餘咧，都可以同時間
學下呢啲吉凶星嘅代表嘅，所以除咗你自己了解自己嘅運程咧，都可以幫呢啲吉凶星或者你即係用取呢啲吉凶星嘅即係所謂嘅知識咧，去幫助你自己身邊嘅人嘅。譬如好似你翻到公司辦公室嘅時候，你聽咗呢個分享嘅，星期一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就即係叫你啲 friend 啊，叫你啲可能即係colleague 啊，咁樣將佢嘅八字印圖打咗出嚟咧，咁你就嘗試幫佢睇一睇個流年啦。咁睇流年嘅意思咧，就係即係幫佢讀下佢有咩吉凶星啦，會點樣影響佢啦，即係將佢2023年所謂嘅運程會如何啦。咁其實就係每一次透過呢啲咁嘅做法嚟講咧，先至可以發掘到，其實我掂㗎喎，唔記得我上咗 Jessie 老師嘅分享啦，咁我又可以將呢一啲咁嘅知識咧，可以幫助到我身邊嘅朋友啦，甚至係即係colleague 啦，此類嘅嘢。咁你慢慢就會知道，其實可能咧，你可以發掘到其實你自己本身咧，仲有啲埋藏咗一啲所謂嘅技能嘅，OK 係可以更加去發揮，OK。所以咧就最緊要咧，我今日個所謂嘅分享嚟講咧，係全部帶領大家明白啲所謂嘅吉凶星同埋點樣去運用嘅。嗱，凶星我反而講咗地喪同喪門先。咁嗱，有個喪時你知啦，地喪喪門嚟講咧，兩件事咧都係同於喪服有關嘅。咁喪服咧係肯定可能好多人咧識中文嘅都明白啦。喪服嘅意思咧，可能分分鐘咧家中有喪事啦，即係分分鐘人哋之前嚟講咧，可能要披麻戴孝啦，即係會有機會性咧，係需要到去一啲，即係譬如好似即係白事啦，唔記，即係有人過身啦，有人過去啦，要attend一啲 funeral 啦，或者一啲 wake 啊，此類嘅嘢嘅，唔記。所以最好咧，屬蛇嘅朋友嚟講咧，如果帶到地喪同喪門嘅咧，就提醒住自己先。最緊要睇下自己身邊嘅人，唔記。譬如好似有老人家，唔記，又或者即係屋企人啊，有啲有病在身嘅話咧，就盡量睇下點樣可以花多一啲，即係energy 或者花多啲心機喺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咁嘅人咧，即係盡量去醫療，唔記。但係 touch wood，即係好多時候咧，唔係話講你花多啲心機去醫療就一定醫療得到噶嘛，唔記。咁呢一個所謂嘅即係宇宙嘅定律啊，生老病死嘅話咧，其實係 part of 我哋嘅 cycle 入邊嚟㗎，OK。咁如果知道有地喪同喪門嘅話，最緊要就係首先咧，有啲咩需要到做嘅咧，做咗先。譬如好似有老人家有病在身嘅話咧，就自己盡量花多啲時間陪伴佢，就即係同佢可能傾下偈啊，即係交談下。其實一般嚟講，如果有病在身嘅人咧，我願意即係你需要嘅話咧，只係有人去即係愛惜自己、關懷自己、關心自己啫。OK，咁如果知道自己有帶到呢粒星嘅話咧，就盡量 make sure 自己身邊嘅人咧唔好忽略咗佢啦。即係好多時候咧，人哋會覺得。一到喪事嘅咧，就好好提提啦，即係好不幸地，如果有即係家中人大吉利是，即係有即係去世嘅時候咧，咁自己就覺得哇，即係喊苦喊忽 understand 嘅，即係會好 sad 嘅，好負面，好激心嘅。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哋會咁負面，會更激心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係因為咧，我哋會有啲所謂遺憾啊，即係嗰啲 regret 啊，就係點解咧？生前可能有啲嘢咧，自己知道內心入邊咧會內疚，因為自己知道咧自己未做盡、未做好嘅，OK。所以如果大家本身嚟講有屬蛇嘅生肖嘅話咧，記得啦，OK，千祈唔好忽略咗自己身邊嘅人，尤其是嗰啲有病在身啦，或者老人家，OK。大家時一啲嘢咧好難講嘅，就算係即係後生仔女都好啦，即係意外此類嗰樣嘢咧，個機會率都會高嘅。所以自己最緊要提醒自己咧，就千祈唔好等到所謂即係大吉利是事情發生咗啦，先至過後自己會後悔嘅。OK，所以喪事呢樣嘢代表咧，咁但係最緊要你就屬蛇嘅朋友，如果可以嘅。避免得到嘅，如果唔好需要，即係唔需要參加，即係一啲白事嘅話，唔需要到嘅話，就盡量唔好到啦。因為始終咧都係有呢一個所謂地喪同喪門嘅星咧，照顧住自己，影響住自己嘅，OK。所以嚟講咧，如果大家咧即係 expose 自己到去多啲呢點嘅所謂白事啊喪事嘅話咧，分分鐘會帶低咗自己個運勢，或者大家帶低咗自己個所謂嘅運程嘅，OK。所以人哋講陰氣重嘅地方咧，就盡量避免即係出現咁多咧，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好多時候有啲人會問。咁冇辦法，如果有啲可能怨親又好啦，近親又好啦，大家利是即係有人過身咗，咁冇可能即係唔去噶嘛，即係唔去即係俾個 respect 噶嘛，咁我可以點做咧？咁啊好多時候，如果係大家真係覺得如果相信即係需要去到，但係又好即係好想將自己所謂嘅氣場咧，佢purify 嘅，或者去 cleanse 啊，佢去潔淨翻自己氣場嘅話咧，就盡量記得去完白事或者去咗喪事嘅話咧，翻到嚟咧就盡量用七色花啦、碌柚葉啦，同埋所謂我哋嘅即係唔同嘅所謂通常我哋用係咩咧？用西檸啊，西檸就係 grapefruit 啦，OK，用橙啦、橙子啦，即係用橙啦、orange 啦，OK，咁你用檸檬啦，同埋所謂用發風金嘅，咁呢4樣嘢入邊咧，即係切片入邊再加
加上七色花，再加上碌柚葉嘅話咧，嚟沖翻呢一個七色花涼咧，嚟將自己所謂嘅即係所謂嘅負面氣場咧，即係潔淨翻嘅。唔記，所以大家可以做呢樣嘢咧。又或者如果大家係即係熟悉我喺即係廟宇入邊嘅即係服務嘅話咧，咁你知道咧，大家亦都可以去一啲道教廟咧，譬如好似可以去伊靈廟咧，做一個所謂嘅解嘅喪門煞。唔記，解個喪門煞嘅意思咧，就係即係自己沖咗個花涼啦，去咗白字翻嚟咧，沖咗個花涼啦，再去廟宇嗰度咧，即係求神拜佛保佑翻自己，吉星高照翻自己咧，即係唔好俾呢啲所謂嘅喪門煞咧纏身啊！唔記，唔好俾佢即係圍繞住自己啊，所以又可以去即係神廟嗰方面咧解翻個喪門煞嘅。OK， 咁嗱嚟緊嘅有個隔角星啦。嗱，隔角星嘅意思咧，即係代表咧，即係有機會性呢一個空星影響咗自己咧，會突然之間咧，你隔離自己啊，會挑離自己、隔離自己，即係會 isolate 自己啊。尤其是如果大家有屬蛇嘅生肖嘅話咧，而又覺得自己係有少少嗰種中意嚟，即係 anti-social 啦，唔中意社交啦，唔中意見人啦，中意自己收埋自己，即係一二角嘅話咧，記得隔角嘅意思咧係一個挑撥嘅。佢挑撥自己咧，即係分開咗自己以自己身邊嘅人啊，所以呢一個空星嚟講咧，會令到自己咧中意咧 isolate 或者即係自己一個啦，OK？咁嗱，你要知道，如果大家喺度父母嘅話咧，即係有細路啊，或者尤其是你知㗎啦，即係10零歲嗰啲咁嘅咧，即係好多中意咧，即係將自己嘅困埋喺房㗎。咁如果大家你知道子女入邊有屬蛇嘅生肖嘅話咧，就盡量可以帶領到佢哋咧，唔好下下收埋自己。唔記隔角嘅意思咧，可以係咁嘅意思，一係自己做成嘅，將自己咧隔埋一嚟。OK， 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分分鐘咧會覺得咧四周圍嘅人或者身邊嘅人或者工作環境嘅 colleagues 啊，OK， 各方面嚟講咧係 bully 自己嘅，即係比較in a way boycott 自己 boycott 嚟嘅。所以隔角星嘅意思咧會代表呢樣嘢嘅。嗱，記得。所有嘢都係信念嗰方面或者思想嗰方面嘅考驗嚟嘅，OK？所以而家自己知道咗有自己有呢一個空星嘅話咧，喺2023年突然之間覺得咧，我覺得咧我身邊啲朋友咧，梗係全部好似杯葛我咁，全部都唔受我玩，全部好似喺嚟喺背後即係自震，喺面前又唔講嗱。你可能係即係好 sensitive、好敏感地感覺到呢樣嘢，但係未必係真實嘅，OK？所以記得啦，千祈唔好俾呢個隔角星咧影響咗自己整年個運勢啊！如果大家覺得咧真係被杯葛嘅話咧，不如就開聲見誠去講啦，即係有啲乜嘢嘢可能係有誤會啊，或者唔啱啊，又或者有啲咩嘢人哋係唔同意嘅話咧，不如講出嚟，等下大家互相係可以即係成長啦、學習啦，唔記可以做翻啱去嘅。即係 instead of 即係搞呢啲咁嘅即係杯葛事件啊，唔記得，所以隔角嘅星咧就提醒屬蛇嘅朋友咧，可以或者記得佢有咁嘅 awareness 咧，要記對於呢一個所有嘅問題嘅，OK？ 好，咁下一個嗱，我睇到有好多即係所謂嘅message 啦，有好多 message 啦 ，say hello 啦，或者有可能有啲問題嘅。咁因為我而家即係個 screen 入邊咧，即係銀幕入邊咧係有限嘅，所以好多嘢咧，其實我睇到跳過咧，就係真係睇唔清楚嘅。咁我係同大家分享晒所有吉凶星嘅話咧，咁佢慢慢逐個咧先去睇翻大家個 question 嘅。咁 at the same time咧，鄺姨同我 team 喺度咧，都可以幫助大家咧去 handle 一啲 question 嘅。OK， 咁嗱破碎星啦。咁破碎星嘅意思咧，嗱你睇翻啦，又有隔角又有破碎。破碎嘅意思咧，即係自己咧打破咗一樣嘢，一個好美好嘅嘢，明靚嘅，突然之間自己打破，即係所有咧。如果即係父母嚟講，如果你即係小孩唔知細路哥細路仔嘅話咧，如果有貪玩啊，又多手嘅話咧，又係屬蛇嘅生肖咧，就要小心啦。如果你帶佢大家即係去分分鐘去啲即係可能商場啊，即係購物中心啊此類嘅嘢，尤其是有一啲係所謂係 fragile 嘅，即係有一啲可能啲水晶啊，即係可能啲貴重嘅嘢又好易打爛嘅話咧，都要小心啊。因為破碎星嘅話咧，就機會性喺2023年咧就會打破或者破碎或者打爛咗某一啲即係東西啊，某一啲嘢嘅。咁如果係父母嘅話就要小心啲，分分鐘細佬哥即係唔知啦，小孩唔知道咧，分分鐘佢講多手一摸嘅話咧，打爛咗自己就要賠啦，唔記得。咁除咗之外咧，即係如果係成年人或者大人嘅話咧，有破碎星咧，亦都係代表咧提醒自己千祈唔好輕舉妄動咧，講咗啲嘢或者做咗啲嘢咧，會破壞感情嘅。咁破碎嘅意思咧係斷裂啊！斷裂嘅話咧就分分鐘可能係即係人哋話所謂嘅禍從口出啊！突然之間可能憤怒嘅時候咧講咗啲嘢咧係永遠咧令到嗰一段感情咧有咗一個裂痕啊！唔記得，所以破碎星係呢樣嘢啦。所以屬蛇嘅朋友記得提醒自己，即係如果係好猛整嘅時候、好憤怒嘅時候咧，就盡量唔好講嘢先，OK？俾個空間自己去盡量去收拾翻呢一個所謂嘅情緒先，咁慢慢先至去商量或者慢慢先去交談，先會
好啲嘅。如果唔係咧，就係一時憤怒嘅話咧，會講咗啲嘢咧，破碎咗一段美好嘅感情，咁就唔係咁好啦。OK，咁的煞嗰方面咧，其實同破碎星都係咁上下嘅。的煞嘅意思嚟講咧，即係分分鐘咧會產生一啲好大嘅壓力，同埋好多時候咧係可能不必要嘅壓力㗎。咁呢樣壓力咧係喺乜嘢地方嚟咧？係喺思想嗰方面嚟，尤其是有隔角，再加上咧有飛廉嘅所謂嘅合併啊。咁你睇翻吉凶星咧，其實咧每一個吉凶星嚟講咧，有佢自己獨特嘅意思嘅。但係如果你聯盟，即係啲星聯盟埋一齊嘅話咧，又可以有一個即係一套完全唔同嘅即係所謂嘅解答啊，OK，所以唔同嘅意思嘅。所以你睇翻啦，隔角啦，再加上飛廉啦，飛廉係代表到時嚟講啦，女人小人啦，OK，再加上的煞，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分分鐘自己疑神疑鬼，覺得咧身邊嘅人咧杯葛自己，唔受自己玩，好似覺得自己好似被好似拋棄咁嘅感覺。再加上飛廉代表女人小人啦，分分鐘可能是你身邊嘅，即係家婆又好啦，即係媽媽又好啦，姐姐又好啦，即係所有即係老細啊、上司啊，屬於女性嘅方面嚟講咧，分分鐘對自己咧可能有些少嘅誤會，又或者係自己覺得有啲咁嘅誤會嘅。OK，再加上你拼埋起嚟嘅話，拼埋起嚟嘅，因為隔角，因為飛廉同埋的煞嘅話咧，就係因為自己無時無刻想住呢啲嘢，諗住呢啲嘢嘅話，你會令到自己咧壓力重重啦，會覺得梗係好大壓力啊，梗係唔開心啊，咁你覺得好似全世界針對自己咁啊，所以記得啦，千祈唔好認為唔記，即係好多時候自己認為嘅嘢咧，未必係真實嘅嘢嘅。總言之咧，有啲乜嘢唔啱嘅話咧，就係即係好話唔好聽，開聲見誠講啊，講清楚，OK，咁你講清楚嘅話就唔需要誤會重重咧，就唔需要產生到所謂呢個的煞啦。的煞嘅話咧，真係有目的地，硬係好似針對性啊，你針對性住一段事情或者一個人物啦，唔記喺自己生命入邊咧，令到自己硬係覺得好有壓力啊 ，stress 住自己，有殺氣對住自己咁嘅意思啦。OK，咁最尾咧就係孤神星啦。咁孤神星再加上隔角星嚟講咧，其實都係互相即係點講啊？有咁上下嘅意思嘅。咁孤神嘅孤僻嘅所謂嘅性格。孤神咧就硬係自己中意，即係孤孤獨獨嘅，硬係即係 leave me alone，由得我自己一個人啦，即係我唔想見人啊，唔想講啊，有啲咩都好，明明有事啊，就人哋問親你想關心你事咧，講冇事，但係個心咧係好明顯，即係成個樣都睇晒係有事嘅，但係人哋問親咧冇事啊。OK， 所以呢一個咧係孤神星嘅影響，所以屬蛇嘅朋友記得啦。若然自己咧本身嚟講要2023年行得更加好，個運程行得更加順嘅話咧，所有呢啲空星嘅侵犯嘅影響嘅話咧，自己要抵抗，用人定勝天嘅性格嘅態度。唔明知所有呢啲空星會咁樣影響咗自己嘅話咧，就提醒住自己2023咧唔可以俾佢戰勝嘅，唔記一定要克服咗呢一啲空星嘅照攻或者空星嘅來臨啦，咁自己就可以扭轉乾坤啦。OK，Kevin 唔該晒。我啱睇到呢個 message 走出嚟嘅。OK， 咁樣我同大家分享下下一個所謂嘅吉凶星，下一個生肖啦。咁喺度在座咁多位，如果可以嘅話咧，就麻煩大家咧幫我將呢一個 Facebook 直播嘅話咧，可以 share 出嚟嘅。唔記即係幫我 share 喺呢個即係所謂 Facebook 度咧，能夠幫助我啦，唔記可以接觸多啲人啦，同埋多啲人可以理解同埋做好準備啊，for 佢自己本身2023個運程嘅。咁下個生肖係屬雞啦，咁我講咗啦，即係整個八字入邊咧，可能有4個機會咧，有唔同嘅生肖嘅。咁最容易嘅方法咧，就將自己嘅八字圖咧，即係打咗出嚟啦。若然唔係嘅話咧，就可以睇翻啦。譬如上邊嗰年份咧，即係屬雞嘅生肖下邊，你睇到啦，有1957年咧、1969年咧、1981年咧、1993年咧，類似嚟吹嘅話咧，咁呢啲係屬雞嘅年份啦。咁月份嘅方面咧，有所謂嘅9月8號咧，直至到10月7號嘅，唔記9月8號直至到10月7號嘅話咧，喺呢一個所謂嘅西曆或者係陽曆出世嘅所謂月柱嘅話咧，都係有一個雞嘅生肖喺嗰度嘅，又或者時柱嗰方面，如果大家咧係即係所謂傍晚5點至到7點期間嘅，即係傍晚咧太陽落山嘅時候咧，5點至到7點期間嘅話咧，出世嘅話咧，咁大家嘅時柱嗰方面咧都係有一個屬雞嘅生肖嘅。咁屬雞嘅生肖嚟講咧，其實咧可以講得喺運勢嗰方面係一落千丈嘅，因為2022年嘅話咧排行榜係第一嘅，去到2023年嘅話咧排行榜係跌到最尾嗰份，即係嗰方面嘅，即係12生肖入邊咧排行榜第12嘅。但係一樣嘢咧，唔需要擔心，OK？因為你要知道，如果正式去理解玄學嘅人嚟講咧，唔會因為呢個生肖咧而去去擔心，即係嗰一年嘅所謂嘅運勢會係好，即係會好定唔好嘅，OK？因為我哋最緊要咧，我哋要知道咧，我哋唔會隨住個運而成長嘅，我哋要去克服個運而成長，即是話咧，我哋要扭轉乾坤。扭轉乾坤嘅話咧，即是話即係天
即係可能咧招供到嗰一年嚟講咧，有啲咩凶星或者咩吉星啦，排行榜係排到12啦。但係我哋扭轉乾坤就係我唔認命，唔記我信命，但係唔認命。我信我今年嘅命咧唔係咁順㗎啦，有呢啲凶星咧多過吉星，一粒吉星都冇。但係而家我要。即係點樣要克服呢樣嘢，要扭轉呢樣嘢，所以咧記得命係要信，但係千祈唔好認命。認命意思咧就係我哋覺得咧所有嘢係冇得揀咯，唔記冇得解決㗎啦，即係生性係咁就係咁㗎啦。咁呢樣嘢咧我完全咧係唔贊同嘅，唔記。所以屬雞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雖然排行榜係第12，但係如果大家咧係可以即係明白到自己個凶星點樣可以影響咗自己嘅運勢嘅話咧，而係克服自己。盡量唔好俾自己套入呢一個圈套嘅話咧，仍然喺2023年咧，亦都可以活得好精彩或者好成功嘅。OK，咁你睇得到啦，其實屬雞嘅朋友咧，吉星入邊咧喺2023年係完全冇嘅，係咪？所以你睇。凶星嘅方面咧，有災煞啦、欄杆啦，所有呢一個歲破星啦，同埋彈毫星嘅，所以屬雞嘅生肖咧，最緊要咧，點解排行榜排得咁差嘅話咧？因為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犯太歲啦，OK？咁除咗犯太歲有好多唔同方式去犯嘅。本身嚟講咧，可能本命年咧，OK？所以自己本身咧係本命年咧係犯太歲啦，又或者自己本身係沖太歲啦，就譬如屬雞嘅生肖咧係沖太歲，咁有啲係刑太歲同埋一啲係害太歲嘅。咁我哋首先講翻啦，屬雞沖太歲意思咧，即是話咧雞兔年咧係相沖嘅，因為出年嚟講癸卯年係兔仔年咧，咁屬雞嘅朋友咧同佢係相沖。嗱，首先你要知道㗎。太歲咧最緊要太歲咧，唔係一啲迷信星嘅嘢嚟㗎。喺玄學角度嚟講咧，喺即係所謂我哋睇翻星術嘅玄學角度咧，咁太歲星嚟講咧係代表一個所謂嘅即係月球，即係你一個所謂嘅星嚟講咧就係我哋所謂嘅木星啦 ，Planet Jupiter，OK？咁你睇翻喺我哋嘅太陽能入邊咧 ，Planet Jupiter 或者木星嘅話咧係咁多粒星入邊最大顆嗰粒，即係最大粒嘅，OK？最大嘅所謂一個所謂一個即係球，即係所謂。因為地球啦，咁地球係 Earth 啊嘛，咁呢一個係木球咧，咁你講佢啦，因為英文我都唔知講咩，即係一個 planet，OK，right？所以個 planet 入邊咧，喺所謂個木星入邊咧，佢個能量啊、影響力啊係好大㗎，你諗下。即係我哋全部係講緊一陣所謂嘅即係能量，唔記喺整個所謂嘅即係宇宙入邊啦，同埋整個太陽能入邊咧，就全部有一個能量嘅。咁因為呢一個所謂嘅木星嚟講咧，能量係最大，因為係整個我哋嘅太陽能入邊咧係最大粒星嘅話咧，咁呢一個能量就會好大大影響咗我哋嘅情緒啦。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啲能量嘅，都有啲 energy 嘅，就話我哋嘅即係個 sensitivity 啊，即係我哋嘅感應力啦，我哋嘅思想啦、諗法啦、情緒啦，全部都係俾呢一啲咁嘅能量影響嘅 ，OK？ 所以咧，如果你犯太歲或者沖太歲咧，今年嘅能量係最大，衝住你喎。你諗下啦 Planet Jupiter 咁大嘅能量，但係引嚟咧針對住你嘅，係對住你哋相衝嘅。咁嗱，你知道越大嘅能量咧，就會影響我哋嘅情緒嗰方面嘅波動係越高噶嘛。咁你諗下，今年嚟講，如果屬雞嘅生肖咧，呢一個大嘅所謂嘅 planet 嚟講咧，係不斷無時無刻係針對住你嚟衝嘅，OK？咁佢衝住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自己咧分分鐘咧喺情緒嗰方面咧，如果咧自己本身唔 aware，OK？唔理解嘅話咧，就成日咧覺得緊係情緒波動大起大落啦，OK？又容易暴躁啦，又容易即係可能係憂鬱啦，又抑鬱啦，又唔開心啦，有時又開心啦，所以搞到自己咧硬係咧即係亂晒龍嘅，OK？所以你記得啦，所謂命運係點樣產生咧？OK？好多時候我哋命運係自己造成噶嘛，即係我哋如果係好理智地，OK？有智慧地去即係好 aware of 我哋自己嘅四周環境嘅，每一次我哋做個決定嚟講咧，都係一個好理智嘅決定嘅。其實我哋可以掌握到命運咧，肯定係可以即係行得好好噶。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每一次咧，我哋一啲好情緒地咧做一啲決定，突然之間憤怒嘅時候就講咗一啲嘢 ，OK？ 因為自己嘅所謂自我心大啦，憤怒啦，講咗啲嘢過後就收拾唔到啦 ，OK？ 咁可能分分鐘就係因為呢樣嘢咧，影響咗我哋所謂嘅運程嗰方面啦 ，OK？ 所以記得啦，情緒咧影響運程嘅機會咧係最大。其實情緒嗰方面係一個最大嘅波動，甚至你睇個整個 market 啊，整個大勢啊，所以我哋講我哋國家啦，出年啊經濟好唔好啊？經濟好定唔好嘅話咧，其實全部咧都係因由情緒而引動嘅 ，OK？ 如果即係整個國家嚟講咧，或者整個地球嚟講咧，大部分啲人類嚟講咧係有恐懼為主嘅，咁市面上個市就一定冧㗎啦。OK， 就算你睇股票又好啦，乜嘢即係邊一個股都好啦，突然之間嗰個股突然之間產生咗好多恐懼嘅，
咁個股一定冧嘅，OK？但係如果嗰個市面上嘅話咧，或者個股票嚟講咧，係產生咗好多希望嘅，突然之間好多消息咧係俾到人類咧對呢一個股或者呢個市場嚟講咧充滿希望，個股一定起㗎。所以咧，其實生命入邊嘅所謂嘅運勢咧，都係一樣咁嘅做法啦。咁屬雞點解排行榜咁差嘅話咧？一係咧，我講咗嘅相沖太歲就係太歲不斷針對住自己，無時無刻咧都會挑撥或者挑動到自己嘅情緒反應啊。所以屬雞嘅朋友咧，最緊要提醒自己，最大嘅突破咧就係2023年咧。唔可以輕舉妄動，唔可以情緒做人啊！唔可以下下嚟講咧，分分鐘嚟講咧鬧情緒。你越鬧得情緒越多嘅話咧，做出個錯誤咧就會越大嘅。OK，咁首先如果大家係唔想認命嘅，要反黑，要係扭轉乾坤嘅話咧，首先頭一樣嘢就係咧，唔可以鬧情緒，唔可以俾情緒觸控咗自己2023年嘅命運。OK，一定要每一時每一刻都好咧，好有警惕性，好有警覺性啊！即係好多人咧分分鐘鬧咗情緒，佢都係諗住自己啱嘅喎。OK，明明係唔啱咧，都係好話唔好聽，人哋講咩啊？死雞撐飯蓋，即係跌落地仲係揦翻紮沙嘅。OK，咁如果有大家咁嘅態度嘅話咧，2023年咧就會一落千丈啦。OK，越嚟越差，就係因為自己嘅自我心，又或者自己個 ego 太高啦，影響到呢一個所謂嘅問題。咁如果要克服嘅話咧，記得一定要去轉估好，或者係管住好自己嘅情緒嗰方面。而你嚟講睇翻嗱，災煞同欄杆咩意思咧？咁災煞嗰方面咧睇到啦。災禍臨頭啊，OK，咁災煞嚟講咧，可能有啲係即係自己意料唔到嘅嘢，突然之間發生嘅，咪災禍咯，OK，你意料到嗰啲都唔係咁大災禍啊嘛，你知道咗啊嘛，突然之間好 surprising 嚟咁樣，突然之間發生嘅嘢係災禍啦，所以咧屬雞嘅朋友，起碼咧最緊要可以自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避免嘅話咧，有咩災禍？譬如咧好大冒險性嘅嘢咧，就盡量唔好啦，唔好因為人哋即係諗到情緒化啦，諗到哇呢個股一定會起嘅，哇收到消息啊內幕消息嚟講咧，梗係咧就一定會即係起到嘭嘭聲嘅，咁嗱自己又鬧情緒啦，因為佢貪念啦，個貪念話係喎，聽到一定會起喎，不如瞓身啦，曬冷落去啦，嗱呢樣嘢咧就要小心啦，因為災煞星嚟講咧係一啲你意料唔到嘅嘢啊，OK，你明明諗住會起嘅，分分鐘咧係爆冷嘅，出到嚟咧佢唔會起嘅，OK，咁你而家都知道啦，即係而家係即係世界盃嘅時間啊嘛，OK，咁世界盃嘅時間咧亦都好多人咧，即係除咗有興趣睇波之餘咧，都有啲興趣嚟講，分分鐘係揾翻啲快錢嘅，OK，所以如果有屬雞嘅朋友，雖然係但係明年未到啊嘛，咁而家可唔可以就試一試咧？可能個運程未轉咧，其實唔係㗎，因為明年2023年嘅運勢嚟講咧，其實咧喺即係10月嗰方面咧，已經係入咗世㗎啦。OK，喺10月嗰方面已經係慢慢漸漸，你覺得2023年嘅運程嘅吉凶星咧，已經係即係入咗運嘅。OK，所以記得有屬雞嘅朋友嚟講咧，千祈唔好一下貪念，OK，或者鬧情緒嘅話咧，去做出一啲咧分分鐘會惹禍上身或者大災臨頭嘅，譬如好似晒冷啊、賭身家啊呢啲咁嘢啊，OK，即係冇咁大嘅頭就千祈唔好戴咁大嘅帽啦，OK。咁二來嚟講咧，就可能天災嗰方面都要小心。嘅，明知分分鐘係狂風大雨嘅時候，尤其是馬來西亞而家都分分鐘可能會暴雨啦，又會即係分分鐘水災嘅。咁而家自己知道嘅話咧，如果可以嘅避免啦，即係狂風大雨嘅時候就盡量唔好出街先啦，即係唔好出先或者唔好翻屋企先啦。OK，甚至去旅行都好咧，去揾一啲地方咧就盡量咧做好自己嘅 homework 先。OK，理智地去選擇一啲地方嚟講咧，係盡量少啲所謂嘅災難或者天災嘅，咁都比較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欄杆。嗱欄杆咧就好似咧，即係你睇到 Olympic 人哋考走嗰啲咁嘅 hurdles 唔記，因為你走可能10米又要跳過個欄杆，走10米又要跳過欄杆嘅唔記。咁你走 hurdles 嘅話咧，欄杆嘅意思咧就代表2023年咧，咁你自己嘅思想入邊或者信念嗰方面嚟講咧，又即係產生到好多欄杆俾自己。欄杆意思咧即係未做就打定輸數。未做定潑定自己冷水，唔記咁呢個係欄杆啦，所以記得啦，負面想法同埋負面嘅諗法，唔記最緊要大家係理智地，唔係情緒地，理智地做好 calculated risk， 有啲咩最壞打算為點啊？最好打算為點咧？即係自己知道咗，其實出到嚟咧，我做每一個決定、每一個行動咧，出到嚟要最壞打算。如果最壞打算咧，自己承受得起冇咧？OK，係咪真係 within 你自己嘅所謂嘅承擔能力入邊咧？如果係嘅話咧，就不斷去嘗試一下。OK，咁你記得好 practical 去做一樣嘢，但係千祈唔好下下去諗啊！哎呀，都係唔得㗎啦！咁容易咩？我唔相信我自己做得到啦。咁呢啲嘢係自己
製造欄杆俾自己。唔記，所以記得啦，欄杆意思咧就係未做咧就先打幾十大板先，即係未做咧就自己諗定晒輸數，係一個好負面嘅諗法。所以屬雞嘅朋友記得啦，一定要克服咗呢啲所謂嘅負面諗法啦。唔記，咁下一個啦。歲破嗰方面同大號，歲破意思咧就係沖太歲啦。OK，每一次我哋相沖太歲咧就要歲破，歲破加上大號嘅話咧，即係呢兩粒星咧就肯定咧係即係出雙入對嘅，一定係一齊嘅每一年。OK，咁歲破加大號嘅意思咧就係因為咧好多機會性自己因情緒波動咧而破大財，所以首先就同自己講啦，千祈唔好貪念啊！貪快錢啊，唔記諗住自己可以即係坐喺度乜都唔使做咧，就可以揾快錢嘅話咧，屬雞嘅朋友就要特別留意、特別小心啦。因為大號嘅意思咧就係破咗一個大財嘅，唔記咁如果理智嘅話，大家係覺得哇，咁屬雞嘅朋友係咪好慘啊？係咪好衰啊？整年入邊破大財喎！嗱，如果大家係理智，亦都可以控制情緒嘅話咧，其實破大財唔一定係一件壞事嚟㗎。你諗下，一年啫嘛。咁如果大家係一直嚟諗住去投資，尤其是而家嘅市，尤其是即係 property 啦，唔記即係地產嗰方面嘅市係好嘅話咧，就係諗下長遠計去投資一啲物業嘅，唔記咁你諗下，你投資物業嘅時候咧，你首期唔記要放落去㗎，咪一大筆首期放落去，明明喺自己銀行嘅，又要放咗一大筆首期落去咧，仲要可能分分鐘爭銀行錢嘅，咁呢個咪破大財咯。但係呢個破大財嚟講，如果大家要做好所謂嘅即係自己嘅所謂嘅research，唔記有做好即係自己即係做好安排啊，或者全部係即係將自己好 practical 咁去做好研究嘅話咧，其實唔需要擔心分分鐘嘅今年出咗個財嘅話咧，多3、5、7年嚟講咧，可能10倍奉還咧，OK。所以呢樣嘢嚟講咧，如果識得去運用歲破同大號星嚟講咧，呢一個破財可能長遠計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㗎。但係如果情緒波動、貪快錢，因為貪念，因為好多負面情緒，因為恐懼，因為怕人哋講嘛 ，fear of missing out 啊，唔記驚執輸。因為梗係驚執輸嘅話，而去做一啲嘢嘅話咧，過後咧自己就所謂嘅後果承擔啦，唔記咁呢樣嘢咧就會俾到大號或者破大財星咧喺負面地影響咗自己嘅。OK，咁首先係多謝大家啦，咁多位收聽收睇呢一個節目啦，亦都可以希望嘅話，如果可以嘅，如果啱啱參加嘅話咧，即係幫我將呢一個 Facebook Live 咧就係傳出，即係 share 咗出去嘅，唔記 share 咗出去，等佢能夠接觸多啲人嘅。咁我睇下一個生肖啦。下一個生肖係屬牛嘅，咁屬牛咧一樣咧，即係如果啱啱參加嘅話咧，可以睇到啦。譬如1937年啦，19點講咧，我真係睇唔得清楚。Okay? 可能係19幾多69年係嘛？唔記得唔係 sorry，1961年啦，1973年啦，唔記，同埋1983年啦，你睇翻嗰啲年份啦，因為我自己老花睇個銀幕嗰邊咧，梗係好細隻啊，唔記。好啦，咁你睇翻呢一啲年份出世又有屬牛啦。咁除咗之外，你記得啦。月柱，如果大家月份嚟講咧，係1月6號至到2月3號出世嘅話咧，咁大家個所謂八字入邊嘅月柱咧，都係一個屬牛嘅生肖嘅。咁嗱，時柱嗰方面，如果大家出世嘅時間嚟講咧，係凌晨1點至到3點嘅話咧，都係一個屬牛嘅生肖喺嗰度嘅。所以記得啦，要睇八字嘅話咧，就千祈唔好淨係睇年份生肖，一定要睇翻整個八字年月日時咧，要睇翻自己總共有幾多個生肖，點樣影響咗自己嘅吉凶星。因為佢年柱可能有個雞，唔記好鬼差，但係分分鐘可能你嘅月柱啊，你嘅日柱嗰度有個9排行榜第1，咁嚟講都可以扭轉翻自己嘅運勢嘅。咁我哋睇翻啦，嗱，屬牛嘅生肖嚟講咧，其實係降級嘅，唔記喺2022年咧排行榜係第7位嘅，喺2023年嘅話咧排行榜咧係落到第9位嘅，唔記。So 你睇翻個吉星嗰方面咧係有所謂嘅所謂天光星啊，唔記。咁天光星咧嗱，呢個光係咩？灰光嗱，天光嘅意思咧就係你睇到啊。如果你識中文嘅話，天光呢個光字啊，唔記係一個4字再加個正字啊，即係正，即係人哋講正正立立嘅正啊。喂，咁呢個天光 sky purity 嘅意思咧就係咧，即係所謂如果屬牛嘅朋友，雖然排行榜排得咁低，雖然得一粒吉星咁多凶星，但係依粒吉星咧，如果自己係問心無愧，行得正，企得正，天4正。4正嘅意思咧，即係話真係自己行得正、企得正，所有嚟講，心正、心靈正、思想正、行動正，所有如果全部係行得正確嘅話嚟講咧，呢一粒吉星咧係好過晒所有個凶星，就係一粒吉星就可以保存得自己咧，所有嘢都好喺2023年咧又第9位，可以即係分分鐘咧保持到即係自己嘅運勢咧可以頂，即係。點講最高處嘅，但係呢個4正嚟講咧，一定要自己問心無愧啦，唔可以淨係講，哎呀唔係啊，我做得好正嘅，
但係咧就中意背後咧，即係日常人間，即係日常時間嘅時候咧，就做啲儲備行為嘅嘢啦，OK，一啲比較鬼鬼祟祟嘅嘢啦，有啲唔見得光嘅嘢啦，又或者自己好難以去 face the truth，OK，即係乜嘢都好咧，就算説話嗰方面咧都唔敢去講一啲即係話真實説話嘅，OK，如果係咁嘅話咧，呢粒星咧就照顧唔到自己啦，記得。天光星呢、這個光嚟講咧，就係、是、人哋講嘅，即係好光滑、好乾淨嘅，呢個係灰光個光嚟㗎。唔記，所以四正嚟講咧，就代表咧，即係如果每一個人嚟講喺2023年，如果有屬牛嘅生肖咧，總言之你行得正、企得正、問心無愧嘅話咧，你就唔需要擔心啦。2023年咧仍然會活得更精彩。OK，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呢一堆嘅空星嚟講咧，就分分鐘會影響咗自己嘅。咁個空星嗰方面咧，有啲咩咧？有披頭星啦、披頭星啦、天狗星啦、吊客星啦、貫索星啦，唔係貫索，所以寡宿星啦 ，OK， 豹尾星啦，同埋月煞星嘅 ，OK， 我哋就逐隻去理解啦。首先嚟講披頭，人哋講披頭散髮啊，梗係披頭星就代表咧屬牛嘅朋友分分鐘咧壓力會比較大啲嘅，OK，梗係好多時候咧就好多嘢要煩啦，好多嘢搞到自己哎呀披頭散髮啊，畫晒頭啊咁嘅意思啦，OK，披頭嚟講咧係嗰個壓力咧係影響咗自己嘅思想個信念嘅，所以記得所有嘅嘢嚟講咧，如果係即係自己諗到最壞打算㗎啦。諗到最衰打算為點咧？自己就要好 openly 去承受翻 ，OK？我有心理準備，即係我自己做咗呢啲嘢咧，分分鐘呢個就係我嘅所謂嘅點講啊個結果啦，係我嘅報應啦。咁我自己要承受翻呢樣嘢。嗱，我自己本身八字有個牛㗎嚇，OK？所以如果你自己係承受翻呢個八字嘅話咧，咁你諗得通嘅話咧，個披頭就唔會無時無刻咁咧就克服住自己啊，克住你自己，你諗下。瞓唔安食唔落 ，OK？要瞓嘅時候分分瞓唔到，因為太過顧慮、太過擔心，所以放低樣嘢，諗一翻最後嘅打算。要知道，OK？自己係咪真係即係問心無愧啦？死正啊嘛，OK？天降星啊嘛，係咪問心無愧先？如果真係問心有愧，知道咗自己係可能錯咗一啲嘢嘅，唔緊要，人誰無過啦？個個人都有做錯過噶嘛，OK？所以嚟講咧，如果錯咗唔緊要，自己係有心去承受。自己知道，我唔會俾呢一個一時之差、一時之錯嘅嘢咧，會影響我一世，會影響我一生嘅。我即係承受咗佢，我知道最壞打算。如果真係來臨嘅，我要即係受到呢個結果嘅話咧，我係 open hearted， 我係即係永遠我覺得我自己係即係 ready 到去承受呢樣嘢。OK，咁你如果去即係接受咗呢樣嘢咧，嗰個披頭星咧就唔可以，即係唔會再繼續影響你啊！好多時候去影響，點解我哋成日瞓唔安、食唔落咧？成日會煩惱咧，成日會好顧慮、好有壓力嘅話咧，就係因為有好多嘢我哋接受唔到啊！我哋仲係逃離，仲要逃避，仲要走。你越走嘅話咧，呢粒星就越追住你嚟斬。唔記咁啊，自己辛苦啦。唔記，所以記得一定要去接受咗某啲嘢。唔記得死正啦。唔記咁天狗星嗱，天狗星我就講啦，追住你唔放嘅話，天狗咬實你啊！咬實你意思咧，梗係咧成日好多時候可能自己有個陰影，可能自己做過咗某一啲嘢咧，自己會後悔嘅話咧，成日梗係咬實自己嘅，影響到自己嘅所謂嘅快樂啊。OK，所以佢最緊要嘅咧就係咧屬牛嘅朋友或者八字入邊有生肖有屬牛嘅朋友咧，要接受。當你一接受咗所有嘢嘅話咧，唔記得唔係講，哎呀我錯咗啦，接受咯，接受咗又明知故犯又再錯嘅話，咁呢樣嘢係唔係四正咯？要記得所有嘢嚟講，由今日開始我要做得正。OK， 我由今日開始，我要即係所謂嘅，即係翻回翻自己嘅正路。OK， 但係過去嘅所有錯誤咧，我要去接受。有啲咩懲罰嘅話咧，我都係 in a way openly ready for it 嘅。我係即係 ready for it 嘅。嗱咁樣嚟講咧，就可以將自己拉翻正翻。OK， 咁個天狗星咧就唔可以再繼續咬住自己啦。記得天狗星咬住自己，分分鐘係是非啦。可能一啲過去嘅陰影啦，可能一啲過去嘅錯誤啦，一啲遺憾啦，唔記得天狗星咬住嘅話咧，就會即係好多時影響咗呢啲過去嘅疤痕咧翻出嚟啦。所以咧一啲方法或者一啲師尊咧會講翻天狗星出現嘅話咧，就好容易身體入邊咧流出疤痕啦。疤痕嘅意思咧就係講好容易可能戒親手啦、整親自己啦、無端端撳個暗瘡啦，都會有一笪啦喺嗰度啦。咁天狗星亦都可以代表呢個疤痕星喎，但係天狗星仍然都可以深入地咧代表一啲可能舊疤痕、舊傷，即係唔係話 physically， 唔係話我哋身體上有疤痕，但係心靈上啊，即係有啲錯過，唔記得有啲遺憾，一啲過去自己係後悔咗嘅嘢，天狗星咧會將佢
拉翻出嚟啊，OK，所以最好嘅一個年份咧，就係將呢啲所謂嘅疤痕咧去治療啊，go through 一個 healing session，俾佢出現，俾佢即係俾自己理解，OK，過去咗係過去，由今日開始咧，我哋重新做人，天國嚟嚟，我一定會提醒自己咧，做得四正範圍，行得正，企得正，咁你就可以克服咗呢一個所謂嘅空性嘅啦，OK，咁嗱，吊客星啦，吊客星嚟講咧，即係有機會性分分鐘嚟講咧，係即係有一啲。信息或者一啲消息嚟講咧，係代表到一啲即係有喪事啦，有一啲白事啦，或者一啲人係會即係過身嘅，唔記即係吊客咁嘅意思啦。OK，所以吊客嚟講，嗱唔一定係大件事，但係如果即係自己本身嚟講係即係可能身邊啊，即係有人啦，同樣啦，即係有啲係有病在身嘅話咧，有吊客星來臨嘅話咧，就分分鐘有心理準備，因為有機會性嚟講咧係收到一啲所謂嘅一啲白事或者有人離去嘅人，唔一定係自己家屬㗎，分分鐘係朋友啦。分分鐘係可能即係朋友嘅家屬啦，即係只係睇到呢一啲咁信息啫，咁就代表吊客啦。OK，咁嗱，所謂嘅所謂寡宿，嗱寡宿嚟講咧係突然之間自己覺得好孤寡伶仃啊，唔記得寡宿星嚟嘅，孤寡伶仃嘅話咧就唔代表一定真實嘅喎，只係自己覺得咧，因為透過自己嘅所謂點講啊舊傷啊舊疤痕啊，可能透過自己嘅所謂嘅 lacking of confidence 啊，自己個內心對自己嘅信心唔夠，突然之間覺得咧自己好似好寡宿、孤苦伶仃，覺得好似冇人理解自己，屋企人唔支持自己。嗱，記得呢個係負面嘅影響，唔記得即係到頭來，唔記最緊要係自己要識得支持自己，唔記自己要即係抱住呢個信念。如果唔係咧，寡宿星嚟講咧出現嘅話咧，會影響到自己咧，即係逃離啊！唔記我覺得屋企人又唔支持自己咧，所以自己冇晒所謂嘅 support 啊！咁呢樣嘢咧會影響一個人咧，分分鐘會墮入到一個 depression， 墮入到一個抑鬱症嘅所謂嘅即係嘅機會率㗎。唔記，所以千祈唔好俾呢個寡宿咧影響咗自己。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咧，唔記呢個寡宿星嚟就係咧，即係論心沙。論心沙就係咧 ，how to live a life，not feeling lonely even when you're alone。睇我點樣去翻譯呢樣嘢，因為好多時候你要記得一樣嘢，就算你自己係即係單獨一個人，但係未必一定會代表一定會孤寡伶仃啊！即係孤寡伶仃呢個感覺嚟講咧，只係一個思想，係自己本身嘅信念影響咗自己㗎。即係好多人你睇到咧，其實佢一個人佢好開心過，一個去旅遊啦，一個去食嘢啦，一個人去即係清靜啦。佢完全冇問題㗎，佢一個人住咧，一個人生活係完全冇問題，可以活得好開心、好精彩嘅，OK？但係有啲人嚟講咧，可能係四周圍咧，成日可能千萬個朋友，所謂千萬個 friend 喺 Facebook 嚟講有幾千個 friend，但係未必佢會 feel 到 fulfill 啊，佢未必會 feel 到有嗰種滿足感。咁呢個咧係所謂個寡宿性嘅影響啦，所以記得一定要克服咗呢一個所謂嘅念頭或者呢個所謂嘅信念，OK？咁下一個豹尾紅天狗係一樣啦，豹尾係梗係一種總言之咧，記得唔好去踩親人哋條尾啊，OK？即係你踩親人條尾唔好講，你踩親個貓尾都俾你找下啦，OK？你踩親個貓尾，你咪自己攞嚟衰啦，OK？所以你記得啦，自己嘅運勢唔係咁好，所以嚟講咧，大事化小，小事化無，OK？如果冇必要事嘅嘢咧，就唔好去下咧，即係分分鐘去找屎啊！唔記人講點解咧？人哋點講？佢講屎坑點燈。你屎坑點燈嘅意思咧，就係梗係咧，即係點着個燈去揾屎咯。即係你冇咁嘅機，即係冇咁嘅必要時咧，唔好下自己點着眼燈啊嘅時刻。唔記即係如果自己找屎嘅話咧，分分鐘咧人哋會反咬你一啖咧，自己攞嚟衰嘅。唔記，所以豹尾咧就代表自己呢樣嘢啦。唔記咁月煞各方面啦，記啦，即係講咗啦，月煞嚟講係一個煞星嚟嘅，會影響到某一啲月份嚟講咧，即係自己會覺得咧壓力重重啊，梗係咧情緒嗰方面波動咧係特別多嘅。唔記，所以記得啦，總言之自己克服呢樣嘢。free up 你自己嘅 mental burden， 唔記自己嘅即係腦海嗰方面咧，思想嗰方面成日梗係轉牛角尖嘅，唔記嗱真係啦，轉牛角尖啊，屬牛啊嘛，唔記梗係轉嚟轉去轉牛角尖嘅話咧，2023年一定要提醒自己要 stop， 要停止，唔好再繼續去轉呢啲牛角尖啦，轉嚟轉去你出唔到嚟嘅，唔記，所以要克服呢樣嘢嘅，唔記。咁啊講到呢一度嘅話咧，就帶大家睇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最尾一個生肖，亦都係整個系列嘅最尾一個生肖，就係屬羊嘅生肖啦，唔記。咁一樣咧，在座咁多位如果可以嘅話咧，就麻煩大家可以幫我呢一個 Facebook 咧分享出去，大家所謂嘅 Facebook 嗰度咧，等夠佢能夠係可以接觸多一啲人嘅。如果有啲問題嘅話咧，可以輸入喺我個 comment 嗰度，咁我同大家分享晒嘅時候咧，就會去逐隻
comment 嗰度去睇翻。如果有問題嘅話咧，我就盡量去即係解答個問題啦。唔記得屬羊嘅朋友嚟講咧，去睇翻個年份啦。咁年份嚟講咧，有1955年咧、1967年咧、1979年啦，唔記咁1991年咧，類似如推嘅，唔記。咁除咗之外嚟講咧，喺月份嗰方面咧，有7月7號啦，直到8月7號嘅。如果大家係西歷或者陽歷出世嘅話咧，7月7號至8月7號嘅話咧，亦都有個屬羊嘅生肖喺呢個月柱嗰方面嘅。咁時柱嗰方面咧係即係晏晝咧午時咧，即係1點咧至到3點嘅，唔記。咁啊1點至到3點晏晝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所謂嘅屬羊嘅時候啦，唔記。咁屬羊嘅生肖嚟講，亦都係降咗級嘅喎。喺2022年嘅話咧，排榜第4啦，去到2023年嘅話咧，排行榜係第8嘅，唔記。咁首先嚟睇翻下啦。咁如果大家係明白咗個道理點樣去扭轉乾坤同埋觸控命運嘅話咧，根本大家係唔會理會排行榜第幾嘅，因為最緊要就係知道啲吉星，知道啲凶星，點樣將自己唔記個做法、思想、行為、情緒嗰方面咧觸控得好嘅話咧，就一定就算你排行12都好咧，每一年你一樣可以即係活得精彩，一樣可以成功就地嘅，唔記。咁嚟講吉星。睇翻啦，有華蓋星啦，有呢個三台星啦、八座星啦，有一個唐虎星啦，有一個解神星同埋一個天解星嘅。唔記，咁我哋首先理解下華蓋星係啲咩啦？華蓋嚟講咧，其實係好似一個好華麗蓋世嘅一把遮啊！唔記，所以人哋話之前咧，即係自古以來咧，即係華蓋出巡嘅時候啦，即係話皇帝一外出更嘅時候啦，皇帝要出街嘅時候咧，就一定會擔住一把好華麗嘅一把遮嘅。唔記，咁呢一個華蓋嘅意思咧係代表嗰一把即係嗰一把遮啦，唔記。咁華貴意思咧，因為好華麗啊嘛，即係皇帝擔把遮咧，真係好似可能係即係好秀彩翩翩嘅，即係全部繡得好靚啦，即係金銀珠寶啦、金線啦、赤子類嘅嘢嘅，唔記。所以華蓋咧，到而家嚟講咧，係代表啲咩咧？代表一啲同手藝。或者一啲可能係同一啲係藝術性有關嘅，OK？所以如果大家有華蓋照供嘅話咧，即係屬羊嘅朋友咧，喺2023年咧，大家對一啲藝術細胞啊、藝術性嘅嘢嚟講咧，係特別有一啲即係多啲個能量或者多啲嘅力量嘅。咁如果大家喺工作嗰方面咧，係需要不斷咁去諗一啲 artistic idea 嘅，唔記一啲藝術性啲可能新鮮感啊、與眾不同嘅諗法啊、想法啊、策略啊，或者係大家做 designer 啊、architect 啊。唔記此類嘅嘢嘅話咧，係華蓋星即係照供住自己咧，做嘢成功嗰方面咧，同埋突破嗰方面咧嘅機會率都會比較高啲嘅。係華蓋星可以包括就係如果大家係做即係譬如好似你做可能係 baking 啊、煮法啊、烹飪啊此類各方面嚟講咧，都係可以代表到咧，即係自己可能會 creative 啲嘅，唔記。right 咁係另一個嚟講係三台星啦。嗱三台星嚟講咧，即係記得啦，所以有機會性咧，自己係即係一步一步去進展嘅。咁三台嚟講咧，係代表咧，即係自己喺工作嗰方面咧，有機會有進展。進展嘅意思即係話升職啦，唔記，或者有啲係有機會咧。自己發圍自己嘅機會率會比較高啲啦。嗱，但係記得三台星嚟講咧，就要提醒自己千祈唔好急，因為三台意思就係一步一步嚟啊，唔係代表一步登天，OK？即係要一級嚟去提升自己嘅，唔記。所以如果大家係急性嘅話咧，就係諗住係樣嘢都喺事業嗰方面、感情嗰方面咧，一認即係諗住係講結婚生仔啦。我哋而家太急性啦，唔記。如果太急性嘅話咧，就會擺壞咗或者破壞咗一個機會嘅，唔記。所以記得屬羊嘅朋友咧，喺2023年咧係唔適宜急性嘅，唔記。所有嘢都好咧，都要慢慢一步一步嚟，要策劃策略得好好嘅，唔記。咁嗰個係三台嘅星啦 ，OK。咁嚟緊八座。咁八座嘅意思咧，嗱，首先要了解嘅呢八座咧，其實咧喺古典以嚟咧係代表8個大歷史啊，OK，即係呢8個大歷史咧係皇帝首選嘅，即係皇帝本身嚟講對呢8個人咧，佢生前咧就會覺得咧，嗱呢8位即係所謂嘅大歷史嚟講咧，或者呢8位所謂用時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嘅，所以我就委任咗呢8座或者呢8位用時嘅話咧。到我駕崩啦，即係皇帝死鬼咗嘅時候咧，駕崩嘅時候咧，呢8位用時咧就要幫我抬棺，因為以前你知㗎啦，佢哋一登基上任嘅時候咧，就一定要係揾啲風水師啊，揾啲所謂嘅即係所謂嘅就係風水師啊，所謂嘅宰相嚟講咧，要幫佢揾一個所謂嘅吉地啊，唔記陰宅風水，即係我只要知道咧，就係我係皇帝，如果我死鬼咗咧，我一定要將我呢一啲所謂嘅即係權勢咧，即係 make sure 佢俾即係我嘅後人嘅，所以佢。揾一個所謂嘅陰宅係最好嘅吉地去埋葬，咁呢啲咁嘅吉地咧，可能係離開好遠噶嘛，所以皇帝就要揀別呢個8座啦，唔記大歷史8個大歷史咧，幫佢
抬棺啦，OK，所以呢一個係代表咧皇帝好信任嘅人物，OK，所以屬羊如果你有八座星嘅話咧，即係話代表2023年，OK，有機會性喺你事業嗰方面啊、生意嗰方面啊，或者自己本身嚟講咧，即係成就感嗰方面嚟講咧，係得到其他人或者係唔係就係其他人啊，係得到即係重要人物嘅信任嘅老細咧。上司啦，OK，或者係即係一啲大型嚟嘅客戶嗰方面信任咗自己嘅，OK，俾機會自己去做一啲重視或者一啲重要嘅任務，OK，所以八座星咧係代表一樣嘢啦，一定要 build on 自己個信任，OK，所以自己做所有嘢都好咧，一定要記得啦。Trust 係好重要嘅，信任地好重要。但係如果而家自己即係明明有呢粒星，但係自己係慣咗嘅，方言巧語嘅，梗係即係慣咗嘅習慣嘅，明明未出門就覺得到啦紅綠燈，OK。如果大家係慣咗咁嘅習慣嘅話咧，呢個八座星咧保護唔到你啊，即係照顧唔到你啊，因為自己嘅人為嗰方面咧根本係唔吻合呢粒星嘅，OK。所以八座星咧係最好嘅機會咧，自己係可以點講咧？吸取到信任喺自己身邊四周圍嘅人咧，係俾到信任自己嘅，所以好好把握呢個星啦。OK，咁你唐虎星嗰方面嚟講啦，唐虎嚟講咧，即是話你係即係喺個唐例啊，喺個朝廷呢個唐例入邊咧，你攞到呢一副嚟講咧，即係話呢個印章啊 ，OK， 係代表到印章到自己有一般嘅所謂地位嘅，OK，可以然後確保到自己一個地位。所以嚟講咧，屬羊嘅朋友咧喺事業嗰方面咧，升職嘅機會率咧，或者提升自己嘅地位嘅機會率咧係特別高嘅，OK。所以如果大家打工嘅話咧，或者係即係做生意都好咧，一定要提高自己嘅地位。提高地位咧，即係話maximize 嘅 marketing 咯，要即係開拓新市場啊，即係做生意都有開拓新市場啊，或者咧盡量去點樣去 market 自己，去 brand 自己咧，令到喺自己係可以有多啲所謂信任者啊，OK 都可以做得到嘅，OK。咁嗱，解神同天解啦，逢子你有個解嘅所謂嘅星嘅話咧，就代表有啲可能幫你解決問題嘅，OK。咁嗱，解神同天解嘅話咧，解神咧就係可能自己四周圍啦，四周圍認識嘅，OK， 認識嘅所謂嘅即係朋友啦、屋企人啦 ，OK， 或者親戚啦，此類嘅嘢 ，OK， 或者公司啊、伙伴啊、客戶啊，此類嘅嘢咧，係可以幫助到自己咧解決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嘅，OK。嗱，天解嘅意思咧，其實都可以有貴人幫助到自己解決問題，但係天解意思咧就係咧，可能自己唔認識嘅人嘅，OK，即係之前我講咗啦，總之有天降臨嘅天月貴人啊、天解啊，即係代表咧一啲幫助自己解決問題嘅貴人咧，唔係自己現任認識嘅人，係一啲可能係透過人介紹自己唔識嘅，或者無端端殺出嚟幫自己解決問題嘅，咁意思係解啦，OK，咁啊啲天解係呢個意思啦。咁解神同天解意思咧，即是話咧，2023年屬羊嘅朋友咧，有啲咩問題咧，就儘管去開聲求助 ，OK， 因為你知道你身邊咧係有貴人、有人幫助、有人信任你咧，幫自己去突破或者係自己解決呢個問題嘅。咁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因為而家市面上好多人咧，明明有解神星，明明有天解星來臨照顧住自己，但係自己嘅性格係嗰種咩？我唔中意欠人人情嘅。其實我唔中意求人即係幫我自己嘅，因為自己嘅 ego 自我心，其實有咩問題啫？咁自己需要人解決嘅話咧，就即係求人幫助咯。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人幫你，你幫人嘅啫嘛。咁其實佢 energy 係繼續咁 flow 㗎嘛，唔記。但係有啲人嘅思想就係嗰種，我唔中意求人，我唔中意求人，即係唔中意麻煩人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問題嚟㗎，唔記。因為你知道，如果有解星出現嘅，但係自己嘅思想係嗰種，我唔中意求人嘅話，你咪嘥咗呢粒星咯，唔該，所以記得啦，屬羊嘅朋友，2023年有人幫助你自己達成目標啊，解決問題嘅機會率好高嘅，但係用不用咧係由你自己去決定啦，OK？咁空星嘅方面咧，有所謂嘅浮沉星啦，OK？有所謂五鬼星啦、官符星啦、血印星啦，同埋黃幡星嘅，OK？嗱，浮沉星咧就係代表咩咧？五鬼係代表小人星嚟嘅，OK？即係五鬼纏身嘅話咧，即係小人啊，好多梗係。即係少少嘅嘢啊！即係五鬼人係佢唔係做大事嘅，梗係咧即係做一啲少少咧小動作啦，即係好即係佢哋即係是是非非啊之類嘅嘢啦。OK，浮沉星嗰方面咧就會影響咗情緒嗰邊咧浮沉不動嘅，即係所以咧不定即係。可能時起時壞啦，今日係好即係好心情嘅，好似個太陽喺呢一度西班牙咁啦，話一時就好燦爛嘅，但突然之間就天涯黑鬼晒，好似有落雨咁啦，OK？咁浮沉沉嘅意思咧就係情緒嗰方面咧，屬羊嘅朋友咧好容易起起落落啊，所以一定要咧收拾好情緒，千祈唔好咧即係俾自己嘅情緒嗰方面咧觸控咗自己，咁人哋睇到自己嘅就係
唯一個 moment 就好開心喎，好積極喎，好正面喎。但係一個 moment 好似即係死下咁樣，好負面㗎啦。OK，所以呢樣嘢咧，浮沉星咧會令到自己咧可能五時花六時變啦，改變主意啦，即係立唔定嘅主意啊。OK，所以記得屬羊嘅呢一個係空星嚟嘅，千祈唔好俾佢係即係 in a way 克服到自己啊。所有人嚟講咧，如果自己未 sure 未肯定一樣嘢咧，就唔好去作出決定先，OK，唔好作出回應先，諗清楚咗啦，決定咗啦，就唔好反反覆覆，OK，咁你就可以克服到呢一個浮沉星嘅啦，OK，咁五鬼星個方面嚟講咧，我即係之前講咗啦，係一啲小人之星，好多是是非非啊，少少嘅即係少少嘅是非嘅嘢啦，記得啦，樣樣嘢都好咧，即係唔好理會是非嘅話咧，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咁官符星嘅話咧，就係一啲即係可能即係意料得到嘅所謂官非啊，OK，即係明知故犯嘅，因為點解咧？唔係天官符嘛，天官符可能係自己意料唔到噶嘛。呢個官符星咧就係自己意料得到嘅，唔記你知道明知係即係只係行即係行即係110km/h 嘅，但係自己意料到咧都可以走出130、140嘅，唔記咁自己知道嘅明知故犯，官非嘅分鐘仲三文啊，即係抄牌啊，此類嘅機會高啦。明知唔可以醉酒駕駛嘅，但係明知故犯啊照做嘅，咁中招嘅機會咧都會比較高啲啦，唔記。所以官符星咧就係明知道一樣嘢係犯法係唔啱嘅，都會繼續去做。咁如果大家要克服呢樣嘢嘅，好簡單啫嘛，即係千祈記得提醒自己唔好明知故犯就 OK 噶啦。OK，咁血印嗰方面咧，即係代表咧血光之災。OK，咁血光之災好多時候咧，人哋會有好擔心，哇血光之災話冇見血光好大鑊。唔一定大鑊嘅，咁最緊要記得啦。嗱，因為有浮沉星，情緒波動啊，OK，咁提醒自己咧，每一次尤其是駕駛嘅時候，又中意咧官符星，明知故犯喎，明明駕駛咧就喺度超速駕駛嘅，飛到150、160啊、170、180啦，OK，咁你走得咁快嘅時候啦，就自己咧浮沉星啦，情緒又唔穩定喎，OK，唔時快先，突然之間咧鬧情緒嘅時候咧，一時衝動或者走得好快嘅時候咧，就自己失控啦，OK，有少少嘅小人，分分鐘突然之間即係有隻貓貓狗狗過馬路都好咧。即係自己一下緊張嘅時候咧，就炒車啦。咁你炒車嘅時候咧，分分鐘有血印咯，血印嚟嘅啫，即係有血光之災啊，有意外啦。咁其實要克服呢個血印嚟講咧，其實好簡單，唔難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啦 ，make sure 自己冇超速駕駛啦，駕駛嗰方面要提醒12分精神啦，唔好俾其他嘢咧波動或者擾動咗自己情緒啦，唔好係接電話、傾電話、聽歌啊、睇 YouTube 啊，因為點解浮沉星影響自己啊嘛。咁呢樣嘢避免嘅話咧，其實血光之災都可以，或者意外之星咧都可以減低嘅。咁除咗之外，如果大家覺得咧，即係可能有啲手術要做嘅，分分鐘可能菠蘿蓋有問題啊，即係腳有問題啊，又或者有少少嘅所謂即係腫瘤啊，唔記可能即係 fibroid 啊、cyst 啊，一直以嚟都係好想要即係開刀，可能就係拆除咗佢噶啦，但係一直嚟拖到可能分分鐘2023年屬羊嘅有血印嘅認咗佢咯，即係你拖嚟都係冇用嘅，即係遲早你都係要真係要認咗，要開刀，可能分分鐘要做一啲小手術啊，唔記要去做咗佢嘅，咁你唔可以做咗佢咯，血印啊嘛，橫掂都係見血嘅，又或者如果大家覺得嘅，一直以嚟咧，我好想要個雙眼皮嘅，OK，即係原來俾我好識，我唔係講咗啲即係自己改容咧會改名為唔係，但係如果一直以嚟覺得，如果我覺得我有個雙眼皮咧，我就心滿意足啦，我會開心啦，我好想去嘗試嘅。如果大家一直好想嘗試又屬羊又有血印星嘅，咁啊2023年搞鬼咗佢咯 ，OK？ 咁你刮個雙眼皮咁時多多少少都會見血噶嘛，OK？咁你見血嘅時候啦，咁啊應咗個血印星咯。但係唔代表有啲人講，咁我輸血係咪可以即係破解咗佢咧？咁你捐血捐開血翻嚟咧，一樣走200米，即係200km/h嘅，180km/h嘅。你捐10次血都冇用啦，OK？咁呢個係自欺欺人，自己呃自己啫嘛，OK？咁如果你捐咗血過嚟咧，自己咧就要好小心駕駛嘅，唔會超速駕駛嘅，又唔會話俾其他嘢擾動自己，又唔會聽電話啦，此類嘅嘢咧，咁咧就可以即係幫你有機會性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啦。所以記得做嘢要 practical 啊，唔係嗰種，我捐咗血咪 OK 咯，你去呢就捐個血嗰度有一樣去超速駕駛，咪一樣有問題咯，OK？咁嗱，黃番啦，OK？嗱，除咗捐血嘅就話，sorry，血印嗰方面咧，其實你洗牙啦，洗牙都 OK 嘅，OK？咁如果一直你覺得係時候，因為1年1度嘅，咁去洗下牙咯，即係專嗰方面又或者即係清潔嗰方面又好嘅，有幫助自己即係人員嗰方面都會比較好啲去 check 下牙、洗下牙嗰方面咧，都可以應咗呢個所謂嘅血印星嘅，OK？咁最尾一個係黃幡星啦，OK？黃幡星嘅意思咧，嗱你記得以前啲人咧。
Again 呢樣嘢咧就係擔翻買水啊，擔翻買水嘅即係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有人過身啦，譬如好似父母過咗身咧，通常個大仔嚟講咧就要擔翻呢個黃幡啦，擔住支旗啊，OK，right？ 所以你擔住支旗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就代表咧呢支旗嚟講咩咧？呢支旗係領導嗰啲所謂嘅靈魂啊，即係人哋過咗身嘅靈魂嚟講咧，帶去所謂嘅即係帶住去即係上路嘅意思嘅，OK？咁嚟講咧，其實而家有幾何即係擔翻去帶靈魂上路啦，唔記得。所以黃幡嚟講，我開始要小心嘅就係咧，驚譬如有支白字有血印啦，又驚有意外啦，唔記驚有白字啦，所以小心啦，幾小心自己嘅所謂嘅即係超速啊、駕駛啊、意外啊，導致意外發生嘅嘢咧，就要小心啲啦。咁除咗之外咧，黃幡嘅意思係咩咧？黃幡意思係呢支旗嚟講咧係帶領靈魂噶嘛，即係話咧要小心咩咧？可能喺社會中或者日常生活中咧，有好多嘢咧係吸取咗自己靈魂嘅。吸取靈魂其實而家好多啦，一日到黑搞 game 啦 ，OK， 睇電視啦，煲電視啦，又即係一日到黑煲幾個鐘啦，即係好多嘢，即係賭博啦，OK，即係好多嘢咧係可以吸取靈魂嘅，OK，所以黃幡嘅意思咧就要小心，就係2023年有屬羊嘅生肖嘅朋友咧，唔好俾某一啲嘢，OK，領取咗自己靈魂，變成自己咧三魂唔見七魄。喂，可能分分鐘係談戀愛，咁談戀愛係好事啦。但係有啲人談戀愛唔代表即係談戀愛談到冇咗自己噶嘛，唔記一日到黑又點解佢未 call 我嘅？點解佢未 text 我嘅？你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分分鐘俾黃幡咧影響咗自己啦。即係自己做一樣嘢嚟講咧，令到自己咧冇咗個 soul 啊，唔記冇咗個靈魂啊，失去咗靈魂，甚至咧一啲人係工作狂嘅。一日到黑就係工作嘅啫，即係冇咗生活嘅，唔記，即係冇咗 hobby 啦，冇咗 love life 啦，冇咗 family 啦，冇咗家人啦，即係冇咗自己嘅時間嘅嗱，亦都係俾呢個所謂嘅黃幡星咧影響自己嘅，唔記，所以 in other words 黃幡係代表咧，千祈要提醒自己，其實自己咧。做所有嘢，工作又好啦，感情又好啦，即係 hobby 好，每一樣嘢自己做嘅，係咪真係屬於自己嘅靈魂而做咧？定係因為恐懼而做嘅？即係唔做唔得喎，大佬，即係冇飯食喎，冇飯開嘅喎。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即係個意思咧，就係自己做一樣嘢咧，就係自己唔開心嘅，冇咗個靈魂，即係自己吸取咗個靈魂啦。所以如果就係小朋友又好，咩都好咧，要限定佢嘅所謂嘅打機嘅時間咯，唔記，因為如果小朋友有屬羊嘅話咧，就分分鐘可能無時無刻。都係諗住即係俾呢一啲嘢咧，係即係沉迷咗自己個所謂嘅靈魂嗰方面嘅，咁呢樣嘢咧就會影響咗自己個運勢咯。即係嘥咗一年啊，整年入邊一味係咁沉迷落去，明明要上進，明明要進步嘅話咧，就係冇機會去進步啦。OK，咁講到呢度嘅話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下。OK，咁我嚟緊嘅1月嚟講咧，亦都有個講座嘅。OK，咁希望大家我知道已經。好多人買咗飛啦，唔記，咁我有2場講座啦，一個1月7號嘅話咧係星期六嚟嘅，咁1月7號咧星期六朝頭早10點至5點期間咧，即係整一個講座啦，我會同大家分享喺粵語啦、廣東話啦，用即係風水啊、八字啊，係深入嘅八字嘅，即係嗰日嚟講，每一個人要將自己嘅八字圖打印出嚟啦，同埋要睇翻教大家點樣去預備2023年嘅即將來臨，更加深入嘅話，要即係會點樣影響咗自己嘅運勢嘅，亦都要講about易經啦，易經嗰方面睇翻即係呢一個即係 world economy，即係世界嘅所謂嘅點講啊個批評啊，要睇翻其實2023年咧係咩年份啦，咩行業各方面要即係會影響到啦，自己要點樣去即係將自己嘅生意或者事業嗰方面要提升嘅話咧，應該要點樣去處置，要點樣去做嘅，亦都會講翻風水啦，風水嗰方面咧點樣擺局啊、擺陣啊，喺事業嗰方面又好啦，工作辦公室或者係生意上嗰方面，或者家居風水嗰方面咧，擺啲咩風水局啦，或者風水陣啦，OK，可以透過天時地利嗰方面咧，幫助咗自己提升翻自己命運嘅，亦都係最重要嘅嘢，亦都係最尾一樣嘢咧，係擇日子啦。唔記得擇日就係知道咧，就係喺即係嚟緊呢幾個月入邊咧，有啲乜嘢日子咧係特別好嘅，特別係講吉日嚟嘅，即係每一個人咧可以喺嗰一個日子咧用嚟，即係可能係喺即係催財啦，可能催感情啦，唔記或者係催健康嗰方面咧，係用咗呢一啲日子嚟催嘅話咧，係幫助用天利，因為所有嘅星宿排行到嗰個位置嚟講咧，係用咗呢個日子咧，幫助到自己咧達成目標咧，或者夢想成真咧，會容易達到啲嘅。OK，咁我喺呢一個1日嘅講座嚟講，1月7號咧係粵語咧講廣東話啦，1月8號星期日嚟講咧係講英文嘅。咁如果大家係未買飛嘅話咧，就希望大家即係可能
可以支持咧呢一個所謂講座嘅話，一日只係50蚊入門票啦，即係50蚊 ringgit 入門票，OK？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咧，就希望咧到時候可以見到大家嘅。咁而家我首先咧就可以睇下有唔有啲咩 question 先。Any questions that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Alright, Shirley Cheung，OK，多謝你。Right, thank you。你而家喺美國嘅時間係幾點啊？OK， 等我睇下先。OK， 等我睇下呢一度有啲咩問題先。睇翻好似你哋好似全部都冇乜問題喎，全部都即係好精靈㗎。OK， 全部都可以能夠明白。OK， 咁如果你有咩問題咧，可以而家 share 喺個 comment 嗰度啦。OK， 所以我可以即係盡量去解答你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希望咧，就係1月7號或者8號咧，可以喺呢一個 private 嘅 full day session 啊，喺 Zoom 嘅，唔記得喺 Zoom 嘅，亦同埋我哋都有即係 limited time replay 嘅。如果大家係即係唔方便嗰日可能唔得閒，即係上嘅話咧，咁我哋都會 send 你個 link， 即係個 recording 咧，你可以即係重複再聽翻嘅。OK， 哇，6點鐘喎，好早啊。OK，OK 啦。如果大家冇咩問題嘅話咧，咁我喺度咧就即係可以放大家走啦。OK， 可以俾大家去 enjoy 下大家嘅 Saturday night。OK， 咁我又一樣啦，即係仍然仲係喺即係西班牙啦，喺巴塞羅那呢度咧，咁我哋又係時候出去群街。OK， 咁多謝大家啦。OK， 咁首先咧，如果係大家仲未幫我分享呢一個 Facebook Live 出去嘅話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分享呢個 Facebook Live 出去，等我能夠可以接觸多一啲人嘅。OK， 唔該晒大家。OK，take care，good night，拜拜。